大家好，我係 Aisha。最近就有調查發現，原來香港員工喺工作時使用生成式 AI 嘅比率已經係全球最高。你都想用 AI 去幫自己減少 OT 嘅話，就唔可以錯過 Microsoft 及各大品牌最新發佈嘅一系列 Copilot Plus PC 啦。究竟 Microsoft Copilot 係咩嚟？佢係一個強大嘅日常 AI 小幫手，專為提高生產力同創造力而設，提供廣泛嘅功能，由撰寫同整理文本到圖片生成，幾乎涵蓋所有你可能需要嘅工具。同時亦能夠理解你嘅語音同圖像輸入，無需要用到 VPN， 只要喺內建嘅 Windows 工具、專用網頁同手機應用程式都可以隨時用到 Copilot 嘅服務。最近嘅 Copilot Plus PC 提供更進階嘅 AI 體驗，可以喺裝置上直接運行 AI， 例如即時字幕同 Code Creator 等新功能。想學識更多有關 Copilot 嘅技巧同應用？立即報名免費 5G AI Academy， 學識 Copilot，幫你喺職場上更進一步。